Hello，各位街坊，我係 Jaden 啊。今期同你哋講解下我哋小區一個沙盤嘅。咁首先呢，我哋嗰個售樓部位置啊，喺呢個方向嘅。咁我哋門口呢，就係向東邊嘅東門。咁仲有一個門口呢，係喺南門嘅嚇，南門呢邊。咁呢，我哋個小區呢，整體面積呢，就係70畝地嘅。咁一共係有14棟嘅高層洋房嘅，一共14棟。從呢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繞一圈嘅嚇。咁呢佔地面積嘅話係一共係4.7萬平米嘅。咁然之後呢，小區嘅話呢，佢有臨街商鋪啦，兩層嘅，分兩層嘅臨街商鋪。呢邊係公建配套，已經俾咗政府使用㗎啦。咁然之後呢，我哋小區嘅首先呢，對面呢，東面呢就係鴉髻山嘅，亦即係神灣菠蘿山。咁斜對面呢，就係行政服務中心，亦即係綜合行政辦事大廳，包括居住證啊、交稅啊、社保啊、醫保啊等等服務都可以喺嗰度辦理嘅。咁呢邊方向呢，就係返去香港方向，咁呢亦都可以上西外環啊，上等等各方面嘅高速。咁呢邊呢，就係我哋日常嘅生活配套啦，比如去市場、1+1商場等等食嘅、着嘅、用嘅，基本上都係往呢邊行就係啦。咁我哋門口呢，亦都有嗰個廣東巴士可以喺呢度預約嘅。咁呢，佢會喺呢度等你，35蚊一個人，返到去港珠澳口岸嗰度 WeChat 關注廣東巴士就可以啦。咁然之後呢，我哋小區呢，咁因為整體呢，佢屬於一個高檔小區嘅一個配比嘅，成個神灣就得我哋係有2層嘅地下車庫啦，同埋呢自帶嘅空中花園嘅，咁呢，佢係抬高咗㗎嚇。咁呢喺呢邊行呢，一直都係只會望到嗰個一啲居民樓啊嘅屋頂咁樣嘅。咁然之後呢，小區全部都係最高20層，因為中心區域嘅話，佢有限高要求嘅，所以其實密度係好低嘅，全部都係2個電梯4戶人，即係亦叫1梯4戶。咁然之後呢，佢呢度呢，戶都係全部向南嘅嚇。揀任何一個單位，佢嘅主陽台呢都係向南邊嘅。咁然之後呢，我哋小區嘅話呢，有大概600米嘅嗰個塑膠跑道嘅。咁然之後呢，一個塑膠嘅大型兒童樂園，同埋一個中央露天泳池嘅，大概係600平方嘅。咁然之後，我哋而家賣緊嘅分別係9棟、10棟嘅樓王。咁呢，比如10棟呢，依家係性價比最高㗎啦。咁10棟呢，前邊係南向，望嘅係一個小山，然之後加埋嗰個神灣中學。神灣中學呢邊係球場，咁咧大概係400零米啦。咁就係佢嘅教學樓嘅神灣中學。咁然之後咧，呢邊嘅話呢，佢賣嘅面積呢，比如3、4號戶型。咁呢，佢就係87方嘅3房2廳1個衛生間嘅，贈送面積好多嘅嚇。到時候有興趣嘅可以直接過嚟揾 Jaden 我帶你去睇下樣板房嘅，歡迎品鑑嚇。咁然之後01同02呢，就係112方嘅3房2廳2衛南北對立雙陽台嘅。咁呢，整體呢，仲有9棟嘅，9棟嘅話相對嚟講呢，佢嗰個座向呢都一樣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只不過呢，而家今期有10棟嘅話呢，咁肯定係優先揀10棟噶啦。再睇下我整體嘅小區嘅規模。咁呢邊呢，我哋就係嗰個其實屬於商業用地嘅嚇。咁而家目前嘅話係有一小部分嘅以前嘅一啲廠房喺度嚇，咁係要等舊改嘅。咁但係中心區域而家呢，基本上係比如一啲神灣產業啊、工廠啊，都已經係向郊區遷移嘅啦。包括呢邊屬於住宅用地。